香港呢個國際大都會繁華背後，正面對一個嚴峻挑戰，人手嚴重短缺，各行各業無論零售、餐飲、服務都出現人手不足，僱主頭痛不已。辦公室文員要一人分飾幾角，工作壓力日益增加。工地冇工人，工程停滯，管理層束手無策。餐飲老闆要親身落場做侍應，營運舉步維艱。象豐勞務顧問有限公司合法合規，持有香港職業介紹所牌照。我哋擁有龐大勞工資源，專業配對合適人才，安排視像或真人面試，確保質素，安心可靠。我哋專注處理外勞輸入計劃申請，由文件準備到流程跟進，全程專業支援，協助企業輕鬆獲批。象豐係國家商務部核准輸港勞工資質企業嘅香港合作夥伴，並喺深圳設有技術培訓學校，嚴格把關技能，令僱主倍感放心。同時，我哋提供完善宿舍同文化適應培訓，幫助外勞快速融入香港生活。外勞輸入計劃配額申請流程，同僱主溝通需求，提供清晰諮詢，收集資料，獲得授權，確保合法合規，配額期內精準篩選人選，安排面試，協助簽訂政府指定僱傭合約，再辦理簽證、入境及住宿管理，一站式到位。企業必須確認自己符合資格，擁有足夠本地全職員工，比例達到2:1，並提供強積金記錄作為證明。我哋協助準確填寫配額申請，提升成功率，同時確保工資唔低於行業中位數，完全符合法規。僱主需提供強積金繳納記錄，以確認符合審批要求。勞工處要求列明外勞嘅工作地點，根據實際情況會批出1至3個地點。象豐擁有龐大人才庫，各樣人才履歷助你快速揾到合適人選。例如廚師招聘，我哋安排專業面試，嚴格考核實際技能，僱主可以靈活選擇線上或線下面試。無論係餐飲、建築、工廠定專業技術工種，我哋都會全程安排，確保僱主同外勞能夠有效溝通，更快更準揀到合適嘅人才。深圳自設技術培訓學校，嚴格把關，專業實操，技能達標。學員接受電機、焊接等專業訓練，確保到香港即能上手。同時，我哋安排完善宿舍配套，令外勞安心生活、專注工作。仲有額外支援，開設銀行戶口、辦理電話卡，再加人力資源管理系統，全面配合僱主需求。象豐勞務顧問有限公司，專才嘅橋樑，企業嘅後盾。了解更多，請致電我們專業顧問，立刻為你解答招聘外勞等事宜。我們提供專業及真誠服務。